英国开第一届的全球诈骗峰会，这因是警告讲，诈骗的手路其实一直拢在变化，而且这大部分拢是用科技来犯罪。伫英国境内，都有70%的诈骗案拢是甲海外有关系，所以呼吁国际社会爱合作，做伙来提防。 虽然伫英国当局的强力执法，诈欺案件数量减少，也毋过官员警告，诈骗已经是全球问题。英国境内70%以上的诈骗案甲海外犯罪者有关系。去年诈骗案不法所得30亿英镑，相当代表1200亿是汇去海外户头。It is not inevitable that the fraudsters will succeed, and in fact, with our collected efforts, we can make sure that they don't. 官员表示，诈欺者有时阵就会当将人骗甲伊拢西，也真会当跟着时代，利用一直翻新的高科技，公布强化诈骗手段。这摆诈骗峰会，七大工业国集团5案联名官员，新加坡、韩国有部长级的官员与会。谷歌、苹果、亚马逊等大型科技公司高阶主管也出席，以增进公司部门打造合作。And the sad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at fraud is evolving. Fraudsters are taking advantage of modern technology, the very technologies that have liberated much of our lives. 执法者认为，诈欺者手法高明。这摆峰会也有重要目标，就是强化执法单位跨国合作。峰会有计会发布公布，对联合打诈行动提出进一步的承诺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